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指控国内的三立集团透过无共公司投资，实际控制系统业者中嘉所有的股权27%，违反当初核准中嘉交易案的相关条款。今仔是到 NCC 去检举，要求 NCC 爱彻查，嘛要求注意陈耀雄落台。没有据实的申报股权转让，已经严重的违法。这些铁铮铮的事实，我要请 NCC 主委陈耀祥还有其他委员不要再护航。NCC 派出代表接受检举批，针对陈昭华的指控，陈耀雄进前伫立法院备询的时回应是表示讲，依照有线广播电视法规定，NCC 是管袂到中嘉上顶层的股东，这股东的股权移转是无需要申报，嘛无违法，所以外界的质疑讲，三立集团就是用龙头来投资，中嘉集团是强调讲，伊拢有按照规定执行，嘛有定期报主管机关。